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道路指示我，使我认识你，敬畏你，在你眼前蒙恩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，以我们为你传言。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，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。你必怜悯，你必恩待，如今的恩惠一生跟随，我们是蒙大恩的子民，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。你必怜悯，你必恩待，你必亲自与我同行。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要共读以斯拉记第2章1到70节。章节很长，名字很多，我们真的记不住，但是这里记载的每一个人，上帝都纪念，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。这么多归回的人，是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，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各归本城。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经，以斯拉记第2章1到70节。以斯拉记第2章，许多流亡的人离开了巴比伦省，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，到自己的家乡去。自从尼布甲尼撒王把他们俘虏过去，他们的家人一直流亡在巴比伦。他们当中的领袖有佐罗巴伯、耶书亚、尼希米、希莱亚、利莱亚、莫迪改、毕山、米斯拔、比格瓦伊、利宏和巴拿。以下是以色列各宗族从流亡返回的人数统计。巴路宗族2172名，示法提雅宗族372名，亚拉宗族775名，巴哈摩亚宗族耶书亚和约押的后代2812名，以兰宗族1254名，萨土宗族945名，撒改宗族760名，巴尼宗族642名，比拜宗族623名，亚甲宗族1222名，亚多尼干宗族666名，比格瓦伊宗族2056名，亚丁宗族454名，亚特宗族又叫西西家98名，比赛宗族323名，约拉宗族112名，哈顺宗族223名，吉巴尔宗族95名。回到祖籍的人数统计，伯利恒人123名，尼陀法人56名，亚拿突人128名，亚斯马佛人42名，
基列耶林、基菲拉和比路等地的人743名，拉玛和加巴人621名，莫马人122名，伯特利和爱人223名，尼波人52名，莫毕人156名。另一个以兰的后代1254名，哈林人320名，罗德、哈地和阿挪等地的人725名，耶利哥人345名，希拿人3630名。祭司宗族返回的人数，耶大雅宗族耶书亚的后代973名，因麦宗族1052名，巴施户尔宗族1247名，哈林宗族1017名。利未宗族返回的有耶书亚和甲灭宗族和达维亚的后代74名，圣殿歌手亚萨的后代128名，圣殿守卫沙龙、亚特、达门、亚古、哈底大、朔拜的后代139名。圣殿工人的宗族返回的有西哈、哈苏巴、达巴俄、基律、西亚、巴顿、利巴拿、哈加巴、亚古、哈甲、萨买、哈南、吉德、加哈、利亚雅、利逊、尼哥大、加散、乌萨、巴西亚、比赛、亚拿、米乌林、尼普辛、巴卜、哈古巴、哈呼、巴喜律、米西大、哈沙、巴科、西西拉、达马、尼西亚、哈提法。所罗门仆人的宗族返回的有索泰、哈索菲列、比路大、亚拉、达昆、吉德、示法提亚、哈替、波黑列、哈斯巴因、亚米。圣殿工人的后代和所罗门仆人的后代从流亡返回的人数总共是392人。属于地莱亚、多比亚和尼哥大宗族的有652名，他们从特米拉、特哈萨、基律、亚旦和因麦回来，但他们无法证明自己是以色列人的后代，找不到族谱来证明他们祖先的祭司宗族有哈巴雅、哈戈斯、巴西莱。巴西莱祭司族的祖先娶了基列人巴西莱族的一个女人，采用了他岳父那宗族的名字。由于他们不能证明他们的先祖是谁，算为不洁净，所以不得做祭司。犹太人的省长告诉他们，不可吃献给上帝的圣物，直到能够用乌灵和土明适宜的祭司出现。返回的总人数42360名，他们的男女仆人7337名，男女歌手200名，马736匹，骡子245匹，骆驼435头，驴6720匹。当这些流亡的人抵达耶路撒冷的上主圣殿的时候，有些族长献上自愿的礼物，帮助在旧址上重建圣殿。他们尽所能为这工作捐献，总共有金子500公斤，银子2800公斤，还有100件给祭司的礼服。祭司、利未人和一部分人民定居在耶路撒冷或附近的地方，歌手、圣殿守卫和圣殿工人定居在耶路撒冷近郊的城镇，其余的以色列人都回到自己的家乡。我们研读以斯拉记第2章时，章节中传达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我们在面对神对我们的呼召时，我们是怎么样回应。犹太人在巴比伦时代有3次的归回。今天所说的是第1次的归回，是上帝感动波斯皇帝塞鲁士下令，
要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，为上帝建造圣殿。第一次回归的犹太人就有42360人。这些被掳归回的犹太人是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当时是生活在巴比伦，生活也都稳定了，距离被掳的时间已经好几十年了。他们是生在巴比伦，长在巴比伦，也在巴比伦受教育和栽培。为什么他们要离开巴比伦，回到遥远而且陌生的故乡，去重建家园，重盖圣殿？可想而知，他们的祖先必定有虔诚的信仰，清楚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。这是读以斯拉记时我们要经常不断思想的一个问题：我们有没有将信仰传承下一代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认识信仰，跟随上帝？我们在以斯拉记中看到归回的人已经生根落脚在巴比伦，但是当上帝的呼召来到时，仍然有这么多人愿意归回耶路撒冷，重建家园，忠心且顺服上帝的呼召，重建圣殿。这种决心和行动，所以他们的名字被上帝纪念，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。读以斯拉记时，我们要常常反省，我们一生的努力和价值在哪里？我们是不是只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？我们在面对神对我们的呼召时，我们是怎样回应？我们有没有将信仰传承下一代，让我们的子子孙孙认识信仰，跟随上帝？现在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我们全心全力敬拜赞美你，恳求你让我们在服事中清楚你的呼召，用分别为圣的态度来服事你。我们要在每一天及每一件事的服事和工作中，寻找上帝的旨意，遵守耶稣的教导，顺服圣灵的带领，找到自己的命定和呼召，从心里来服事，荣神益人，享受服事的喜乐和甘甜。孩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亲自与我们一同行走，以我们为你产业。我们是蒙恩的子民，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。你必怜悯，你必恩待，不尽的恩惠一生跟随。我们是蒙恩的子民，丰盛的慈爱四面环绕。你必怜悯，你必恩待，你必亲自与我同行。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
与我们同行，让脸光照在你